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感谢咱的主是有恩典、有疼痛的主，互咱会当每礼拜拢会当合作来敬拜俄罗伊，嘛感谢伊守护咱每一天有伊的平安，甲伊的福气、喜乐在咱的生活甲咱生命当中。咱今日要通过拄则咱李老师所带咱所读过的这段经文腓立比书第1章第3到第60这段经文，咱兄弟姊妹，咱大家做伙来，好不好？好，要做伙来做啥物？读圣经真侪代志会当做啦咱今日不知不觉今年1月、2月、3月安尼一直过。即摆已经目睭年8月佫无偌久，今年就要结束。我毋知影兄弟姊妹已经半年冬过去咱今年过了好吗？好，感谢主，好佫继续好。如果无好咱敢若咧拍球共款咱即个下半场好安怎反败为胜8月份咱大家堂有啥物代志？大家敢知有啥物特别吗？逐工拢敢若足平常对无其实8月份咱大家堂今日是8月初嘛我想到咱今年8月其实旧年的8月啦，旧年的8月咱为了举办咧广场的即个音乐会，佫咧隔壁的献诗，咱的诗班非常努力咧练习要来透过即个诗歌来学了咱主的圣尊名。今年嘛同款的虽然咱今年无咧广场举行啦但是呢，咱今年有一项特别的所在就是咱最近的诗班非常的努力来举办每礼拜献诗以外呢，佫有一寡诗歌咧练习，就是咱即个8月16咱诗班的兄弟姊妹咧甲城中教会兄弟姊妹有安尼的一个诗班诗歌的音乐交流会为了安尼呢两会要相甲望讲会当通过诗歌的观摩呢，咱大家会当搁较对咱的诗歌有精进互咱所唱出来的诗歌不只会当来得到上主对咱的即个意爱疼痛，嘛会当来荣光伊的圣名不只是安尼咱旧年咧咧真理堂有献诗的即个以后呢咱今年搁再一届呢，诗班嘛受到邀请因为即个咱即个理的理长是伫即个隔壁真理堂咧做聚会伊也非常热心通过伊服务里面的即个服务呢，嘛望会当通过安尼有小可福音的传扬所以伊每年伫即个8月时虽然是国历啦，但是伊就甲伊定做是大合理即个平安音乐会啦平安月啦甲伊定做是平安。虽然即摆是咱人的6月但是过无偌久就是进到咱人的7月所以伊拢差不多伫即个时阵每年办即个平安月的音乐会，所以嘛邀请咱大义堂的诗班伫即个8月30号即两届拢是拜六会当去到因隔壁迄个所在来共享成果共襄盛举，毋知安尼讲了对毋对会当通过安尼，嘛会当来代表咱的教会会当伫即个大厦里的即个居民，也就咱台北市的市民会当有安尼的一个见证所以呢我讲到咱今日是8月第一个礼拜，我想到即两项特别的事工我心中就欢喜快乐亲像拄则所读过的即个经文当中我特别想到恁的时就拢感谢我的上帝牧师实在是即段经文离即个大家堂敢若有讲过一遍两遍我足意爱即段经文我见解嘛来到大家堂，不管过去受邀请还是讲即马伫即个所在陪伴大家的时阵，我每介绍咱大家堂的兄弟姊妹，我心中就充满无尽的即个感恩虽然咱大家堂的兄弟姊妹人无济算少数的人，但是我感觉讲咱大家堂的兄弟姊妹，每一个兄弟姊妹，不止咱得到上帝的疼痛，咱嘛愿意用上帝互咱的恩典
来为伊来做见证通过安尼诗歌，也是通过种种的生活也是你教会服侍，拢会当来荣光主的名第四再讲特别为着恁众人祈祷的时我拢用欢喜的心祈求兄弟姊妹牧师想到兄弟姊妹，我就心中感恩为恁祈祷的时阵我实在是真正是欢喜快乐虽然有当时兄弟姊妹敢若咱哩即个喙齿啦、喙唇、喙齿拢足烧活对无会当帮助咱食物件、讲话、唱歌拢诚好，但是有当时会安怎？会拍干，有当时安怎？会夹着，我一两工就喙皮家己夹着安尼我害一个礼拜甲愈跋愈大工讲话今日毋知顺时无？感谢主敢若讲发炎无严重总是讲我拄仔讲，兄弟姊妹斗阵的有当时拢会拄到即款代志对毋对？难免但是总是上帝听伫咱当中，互咱会当合作伫上帝听当中，每礼拜来敬拜伊、服侍伊伫平常时来见证伊，特别有需要的时阵，咱会当来荣光伊所以第五再讲，因为恁对头一日到现在拢有同心协力伫传福音。虽然我讲咱第一场兄弟姊妹人无多，但是只要咱有愿意的心，保罗安怎讲？人若是有愿意的心，一定会受到上帝安怎欢喜。上帝是照咱人所有的，毋是照咱人所无的来看待咱。咱人有也无，济也少，是啥人互咱的？是上帝互咱的，对毋对？上帝无论互咱5000两、2000两、1000两，还是讲敢若2000钱。总是上帝照伊所知影，啥物是对咱好的，所让予咱的咱就做一个忠心搁良善的仆人。咱若照安尼行，照安尼做，咱的主一定会对咱有安尼的一个美好的恩典会照咱安尼忠心来看待咱所以兄弟姊妹，咱第一场人无多，咱阮厝无多无要紧，但是咱兄弟姊妹，咱拢同心协力有咧服侍主。目睭呢，大家长的历史嘛，30年有还是超过我毋知，差不多一个一年一年一代搁一代希望讲咱第一场的这个福音的工课，会当讲咧继续来进行来传扬第六节讲我深信迄位伫恁中间看无开始做美好工课，上帝会继续甲迄个工课完成直到耶稣基督过来迄日啦咱的即个一寡配比较，我目睭无好，看遐看无，惊看无兄弟姊妹，无要紧咱拢有看的牧师要通过即段经文，甲大家来彼此来即个鼓励虽然讲咱在座，毋是讲每一个人拢是大家堂的即个诗班班员，但是为虾米今日牧师要通过即段经文，要邀请兄弟姊妹，大家安怎？大家做伙来毋是讲诗班的班员8个10仔去城中教会8个3仔去隔壁一日堂唱诗，安尼就煞，甲咱拢无伫地每礼拜咱才来安尼就好毋是？今日牧师通过即段时间要甲大家来分享，咱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不管你少年还是你年老，不管你是兄弟还是姊妹，不管你是诗班的班员，还毋是诗班的班员，咱总会使大家做伙来为主来做工我拄仔讲，大学里的里长为虾米每年要办平安月的音乐会？我相信伊有即个负担，希望大学里的徛起的遮个居民拢会当，每一个人拢会当明白耶稣得到福音虽然大学里离即个台湾讲是蛋黄区的蛋黄基督徒嘛是比例敢若是全台湾省上悬的所在，搁我上悬比例偌济，嘛是真有限大部分人犹原也无接受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每一年传统即个农历7月，互真侪人有禁忌无平安的时，会当通过安尼音乐会的安排咱虽然台语堂的诗班只是献几条诗歌可能1-20分尔，但是
求主来使用。咱兄弟姊妹，咱嘛会当互主甲咱使用，咱会当安怎参与咧这当中？包括我讲，咱16号要去城中教会呢，所以咱通过这段经文，咱来思想啊，念伊说，咱过来思想的时阵，我今日要甲大家分享，有几个方面，咱大家会当来思想，咱要安怎参与咧这2项的事工当中，包括毋是第一堂诗班的每一位兄弟姊妹，第一项3方面啦，4点，第一方面是讲，你会当来发觉你的音乐恩赐来服侍主。兄弟姊妹，你感觉你知影讲你有音乐恩赐吗？你感觉你无对毋对？所以你无参加诗班对毋对？还是你感觉有，所以你加入诗班对毋对？其实毋是因为你有还是无啦，迄是你有迄个心，你愿意无愿意尔。所以我讲兄弟姊妹，咱离华文堂，咱这个教会有啥物特别的所在？你敢知？咱的教会虽然无啥物特别，嘛是有真特别。咱教会大大细细的诗班有几个？不止过去有，最近佫一直咧建立呢。2支手撑出来，算超过10个呢。其中咱大语堂嘛有1个呢，就是咱大语堂诗班呢。有偌济教会的诗班超过10外个，一间教会有10外个诗班。真少嘛，对毋对？为什么华恩堂有遮尔侪诗班？虽然有一寡年纪的关系，年龄无共，也是讲一寡属性无共，但是会遮尔侪诗班，代表真侪兄弟姊妹为了这个诗班，的这个服侍，不管是你主力献诗，还是有特别的需要，有真侪人加入，所以有遮尔侪诗班，有囡仔，有大人，有兄弟有姊妹，有少年的，有老的，连咧幼囡仔嘛有儿童诗班，大家敢知？所以咱华恩堂实在是国语叫做得天独厚。上帝互咱华恩堂有真侪有音乐恩赐的兄弟姊妹，嘛有真侪爱好的音乐的兄弟姊妹。咱共同拢伫即个属灵的大家庭当中，伫华恩堂伫即个所在聚会、敬拜、服侍。感谢主，咱大语堂嘛是伫华恩堂当中，其中一个小小的礼拜的所在。但是咱游玩大语堂，我拄仔讲，咱有诗班无？咱嘛有一个诗班对无？感谢过去蒋老师的带领，一代搁一代，即嘛传到咱的什么老师，建中老师，嘛有秀华姊妹安尼配合，搁有大家兄弟姊妹会合作，所以咱大语堂甲整个的华文堂，拢伫上帝恩典当中，上帝通过咱的音乐的服侍来服侍伊，荣光伊的名。所以我拄仔讲兄弟姊妹，你会当来发觉你的音乐分数，共款共同用安尼来服侍主。但是我拄仔讲规波兄弟姊妹，可能较打你，你想讲牧师啊，我根本就五音不全呢，我唱实在是真破声迄敢若安怎人讲你敢若咧挂假啦，还是讲叫做啥物啥物形容啦我早囡仔的时阵讲想要弹吉他，后壁弹无稳，老爸讲要是弹有弹无安尼一定爱甲你嘲笑安尼讲好，我一定爱弹出条歌来我第一条歌我毋知是啥物，由我买三香，买往你三香迄条歌会翻，我袂记啊，就是安尼一直弹，后壁弹，不去甲老师学，就弹出来虽然讲弹了无好，但是就是安尼总是你也有心就会动啦这是乐器啦，唱歌嘛同款我讲2个例啦，这个人大家拢应该拢捌啦。一个咱教会的人，一个是外口的人。这个人因安怎去发觉讲因有音乐的恩赐，即摆会当用音乐的恩赐来服侍主。其中一个人是咱的这个江辉德牧师有一届伫基督教都伊讲到讲其实伊嘛袂晓唱歌，歌声嘛无好，但是讲有一届敢若
几个月前啊，你带领聚会大堂聚会讲，会后啊，你即个门口你握手，竟然有兄弟姊妹讲，牧师你今日唱歌，足感动，足好听的。伊讲啊，即个兄弟姊妹其实无熟悉甘牧师啊，伊过去甘牧师吼，伊袂晓唱歌啊，唱歌嘛袂准哦。不只讲伊有福气娶到一个有音乐本事的即个师傅吼，但是伊讲到一个重点，伊讲吼，迄阵啊，伊少年的阵啊，受鼓励，伊加入诗班，就开始伫诗班当中受训练，受训练，不知不觉，伊的音感嘛愈来愈准，唱出来，迄个歌喉啊嘛愈来愈水。我有一段时间啦，我嘛有参加诗班的，但是因为我做传道人以后，我毋敢参加诗班啦。实在是无够时间，但我过去嘛有参加诗班的时阵，我就会去回想到，甘牧师伊安尼讲，真正。我迄段时间参加诗班的时阵，唱出来敢若较好听呢，无参加诗班唱出来较歹听。甘牧师因为伊安尼啊，伊参加诗班以后，伊即马咧聚会，伊唱出来歌嘛，大家听，嘛唱了真好哦。但是伊讲啊，实在讲，这拢是诗班迄段时间帮助伊、训练伊、建立伊，所以伊即马有遮尔好的歌声歌喉。另外一个人叫做蔡进南，大家识得即个人，有会点头，有无点头。即个人啊，伊毋是读音乐的人，伊较早的工课嘛，毋是做音乐的工课，伊后来有开唱片公司，家己佫唱歌呢，佫栽培一寡歌星。但是伊讲到伊的见证。伊讲啊，伊本来嘛是庄脚人啦，吼，毋知婚姻嘛嘉义人。伊的背景嘛无即个音乐的温书，吼。但是呢，伊少年就小可敢若对音乐有兴趣，但是就无接触。伊的工课拢毋是做这，但是伊的心内底就是敢若对这音乐嘛有一寡安尼感动。后来就开始吼，因为安尼咧人生的过程啊，伊后来，家己想要去创作、写歌，写出来的歌呢，伊家己毋敢唱，讲伊唱出来实在袂听的，所以就请别人来唱。其中有一条歌，心事若无，就啥人知的款啦，就叫沈文成啥物人唱啦，就一炮而红，我毋知啦，毋知有正确无正确，但是啊，就是安尼啊，人就熟悉伊啊啦。伊无人要帮伊出唱片，伊就家己去开唱片公司啊！请歌星来唱伊的歌，想袂到讲伊出名啦，但是因为伊毋是歌星嘛，迄阵佫无人熟悉伊啦。但是后来有人熟悉伊啊，有人熟悉伊讲，你家己写遮侪歌，你要家己唱无？唱家己的歌，伊讲袂，但是后来伊嘛是真有迄个心嘛。伊就讲到讲，伊伫即个过去的过程当中，伊安怎来互伊的家己的歌声会较好呢？伊知影伊的脑喉无好，伊竟然听人讲脑喉伊家己来破坏伊的脑喉呢？安怎破坏？你敢知？我听过伊的迄个人家采访，伊讲伊会去迄落壁去数石花啊。我毋知影这方法是好啊歹啦，但是伊讲啊。伊安尼去一直定来，逐工咧数石花，数到伊的脑歹去。迄个声音唱出来，敢若有迄个沧桑的迄个味，伊就安尼，家己的脑啊，佫家己迄个唱的迄个音高啊，会当足悬足低安尼扩张啊。后来，伊不止唱歌，佫演戏呢，伊因为安尼啊，后来有人甲伊邀请讲，你试看觅家己唱你家己的歌，无你歌唱出来家己的歌，真正是非常的感动人。伊的歌声真代表咱台湾味啦。大家我讲几波，大家熟悉这个人无？有人无知哦，毋知无要紧，有机会熟悉者吼。这个人有唱歌佚佗人迄个口味安尼啦但是唱出来的歌感动真侪台湾人。我拄仔讲即甘牧师也好，还是咱即马即个咱即个公众的人物也好，我拄仔讲，因拢是安怎有付代价，有用心，
因两个人本来我拄仔讲因甲拢无好哦，但是因为安尼过程，因即两人即马拢会当互上帝使用因，通过音乐来服侍。所以兄弟姐妹，我拄仔讲，你想看觅，你有音乐的恩赐啊无？啊有诶阵，你愿意通过上帝所赏赐互你的来服侍伊吗？你也无，你敢有亲像讲啊？牧师过去咧学吉他，还是讲啊？甘牧师伊安尼伊会练歌声，吼啊蔡进南即个咱的即个吼公众即个人物啊，伊安怎会努力吼，诚做伊即马安尼的即个成就。兄弟姐妹，你嘛会当我拄仔讲吼，咱来发觉了后，咱会当来运用安尼恩赐来做服侍，吼。啊，讲到遮游玩，兄弟姊妹，可能佫继续，你想讲牧师，你讲遮济，我嘛是共款，我是做无落来，袂使就是袂使啦。吼，敢若我的太太吼，啊，我两个去读神学院，阮两个拢本来读即个神学系，我讲吼，你做师母，你袂晓弹钢琴啊，以后咱两个要安怎配合啦？我叫伊去转音乐系啊。因为伊过去是美术系的人啊，伊会晓画图，凊彩画凊彩水，但是弹琴哦，更加听到弹琴啊，叮当叮当安尼吼，敢若咧讲铁啊安尼啊。啊，读音乐系读甲足痛苦的啦，读一年伊讲哦，甲学校讲我甲转转来好啦。所以即马幼儿园袂晓弹钢琴啦。啊，感谢主啊，我的囡仔会晓弹，因为咧趁细汉啦，啊，咱真大人实在是。要转啊，歹转啊！啊，你无迄恩赐也是吼，实在是真困难吼。要勉强嘛是无法度。但是我拄仔讲，兄弟姊妹，咱游玩共款会当大家做伙来吼。你会当发觉你的恩赐，来运用你的恩赐。你发觉你无，嘛是共款。你共款会当来发挥啦。我阁讲最后一个人，迄个人是台湾艺术大学的。读迄个什么影剧系的啊，吼，一个学生少年人，哦，伊读这个系，所以爱安怎？读册以外，拢爱去搬戏咧。所以一年、两年、三年，伊读的时阵，拢爱参与这个当中啊。啊嘛，后来嘛顺势毕业啊。毕业以后啊，2礼拜前我去桃园参加一个安休礼拜，嘛拄着伊呢，啊，甲伊开讲。开讲讲哦，啊！你即马拢有咧演出无？伊讲我即马无咧演出啦。我哪会无咧演出？伊讲啊，搬戏哦，实在是袂晓搬啦。哦，我同学有诶拢足有天才，我是安怎搬都搬袂来啊。哦，搬袂了安尼足传神啦，无法度。伊讲啊，我毋是即块料啦。啊，无你即马咧创啥？我游玩甲即个戏剧嘛是有关联啦。你即摆创啥？我伫桃园吼，一个什么戏剧，迄个公办名啥物啥，敢若戏剧的什么，类似迄个戏剧厅共款。伊讲我伫迄个当中咧做代志，咧做行政吼，事务的工作，甲即个演戏剧有关联的啦。我嘛无离开我所读的啦。所以即个兄弟，伊虽然讲毋是搬戏的迄个。在行的吼，但是伊知影讲，伊对即个戏剧，伊心中游玩吼，有迄个兴趣，伊嘛是学这读这，所以伊即马虽然讲知影讲伊搬戏吼，无伊其他的都遐尔好，但是伊游玩参与在这个当中，所以牧师今日要讲这要甲大家讲啥物？吼，讲到讲啊，兄弟姊妹，你会当甲家己发掘出来。无定着你免去通过学习，你就会晓啊。我讲一个例，我差不多30年前啊，20多年前啊，伫一间教会时阵啊，有一个香港人，伊香港移民去加拿大，住在温哥华。啊，咱知影讲1997之前，进前有一寡香港人吼，有才调就会走就走啊。伊是其中一个啦，去温哥华住几年以后啊，囡仔出世啊，出世以后吼，伊就想我囡仔
住喺外国，将来袂晓讲即个华语吼，无介好。伊希望讲伊个囡仔吼，会当吼，伫细汉时阵吼，会当有安尼华语的教育啊。所以有几年吼，伊来台湾住，为了囡仔，来台湾住。哦，住几年后来要读册啊，伊就转去。迄几年当中，我熟悉伊，伊甲我讲一个见证啊，讲伊个囡仔还未读册进前，伊嘛无介意去弹钢琴嘛。伊讲伊个囡仔，因兜有钢琴嘛，伊讲伊来家己安尼吼，来去甲迄钢琴挂掀起，家己安尼坐椅仔顶，就开始弹，可能一开始妈妈无啥注意，后来有一天，伊房间行出来，因为还未行出来就听到音乐声。这个旋律吼，毋是囡仔黑白弹的呢。我这歌，这个旋律哪会？哦，伊感觉讲不止好听，伊讲敢若有迄个圣神的这个感动伫内底。伊门拍出开，是伊的查某囝伫坐咧钢琴键咧弹的这个诗歌，顶下佫无谱呢，敢若两只手踮遐弹呢。我这妈妈惊一条呢，讲哇，我的囡仔。深受音乐温书啊，应该安怎好啊栽培呢？免栽培，家己了弹啦。有即种天才啊无？大家捌听过无？毋是干那我拄仔讲这呢，我毋是干那看，毋是干那看这，我伫我的生活当中真正拄着呢。我讲有一天我叫囡仔弹看觅，真正呢。伊毋是讲照啥物谱你弹，伊就弹就一个 melody 安尼，足好听的啦。所以兄姊妹，我拄仔讲，不管是上帝安尼互咱呢，还是咱无甲上帝求的，只要你愿意，上帝拢会当通过你的心，来修饰互你，来使用你。讲规波，我拄仔讲，你会当发觉，你会当运用。就算我拄仔讲你无，你嘛会当像我拄仔讲最后迄个兄弟共款。虽然无你演义啊，伊嘛会当参与咧当中。虽然你兄弟姊妹，你今日毋是诗班班员。我拄仔头仔讲，为什么你会当游玩参与咧当中？今日要讲就是讲有4方面，咱大家会当来参与。至少啦4方面啦，不止4方面啦，至少4方面。第一方面安怎？你会当来诚做服侍者。什么叫做诚做服侍者？你就是参加咱第一堂的诗班嘛，好毋好？大家拢无应话，好。咱大家顶个诗班嘛是有亏欠呢，因为咱8个十啦，讲要去城中教会，甲人安尼诗歌交流观摩迄边个人比咱较少年人，佫比咱较侪，唱出来歌比咱较好听，咱要去甲人安尼，大家安尼袂比拼的歹看啦所以咱有请正手咧，毋是咱大家顶个诗班来加入，代表咱大家诗班咧8个十来要过去，这是。咱是安尼，因为安尼无法度安尼做但毋茫讲，咱兄弟姊妹，大家愿意来加入咱的诗班咱的阵容安怎？搁较坚强，咱有4部呢有 soprano， 然后有 alto 对无？搁有 tenor， 搁有贝斯对无？虽然牧师袂晓唱，嘛知影这4部为虾米？我伫新学期不得已，我嘛爱参加新学期的诗班啦。无就甲老师甲咱安尼比拼安尼爱唱啥物？弥赛亚我嘛袂，我毋知影安怎唱的嘛是唱过来兄弟姊妹，你会当来参与咱即摆已经参与毋通离开咱第一堂的诗班愈来愈健全愈来愈强壮行出去哇，免唱出来，人讲这阵容安怎坚强庞大看到咱大家拢昏倒，毋是啦，大家都意爱好啊。咱诚做服侍者，好毋好？所以咱今日的诗班班员会甲咱毋是什摆讲兄弟姊妹甲邀请你嘛会使啦，我讲你嘛会使啦，你来讲你嘛会使啦，来，伊来讲拢袂使慢慢甲因勉强，后礼拜毋敢来，好来，无要紧，你第无法度做服侍者，牧师鼓励你，至少做第2项，第2项咱们会当做啥？做传扬者。报人知啊！阮第一堂我来逐礼拜去做礼拜，阮有一个诗班真好呢。你有兴趣无？来参加好无？鼓励别人嘛，对毋对？是讲我拄仔讲8个16，城中教会诗歌观摩会，咱嘛会当来参与啊，做观众，敢毋是？
8个三节来隔壁，不止传扬，第三我拄仔讲，咱会当安怎来做参加的人，无一定做服侍的人，咱做参加的人。其实圣经当中讲到敬拜，讲到服侍，这两字虽然无共款但是这两字其实原来迄个字根是共款的。所以敬拜就是服侍，服侍就是敬拜。所以咱即摆服侍甲参加其实拢共款。你看大鼻王出去战争有一寡人留喺后壁，你顾物件，战争转来分物件互遐个人，一寡人看了讲，伊若无去，咱会当分。代表安怎讲？去头前相战的，甲你后壁看守的，拢共款。所以兄弟姊妹，你讲我无法度服侍，我嘛传扬无人要接受，无人要想要去，我嘛无法度有时间参加。兄弟姊妹，上无，最后这项代志你会当做吧？你敢知影牧师要叫恁做啥物？观众是第三个啦。上无，兄弟姊妹，你会当做啥物？带道的人，祈祷的人做会到做袂到？所有一切这才是上重要的呢。咱讲咱要创啥，毋是讲咱热心拍拼，努力。你也无做这祈祷，做根基，所做的可能拢无采工呢。所有一切所能做袂出来呢，做袂好呢。所以上尾反倒当是上要紧的呢。你看迄个摩西派约书亚出去相战，伊毋是去山顶徛悬山看马相杀，毋是呢，伊是安怎？举起伊的手，你从啥？你祈祷的时阵，山骹的约书亚甲阿摩利人，你相战的时阵，倒一边赢？以色列人赢对毋对？摩西手举久会安怎？会酸就会放落来放落来以后，山骹的相战，倒一边赢？阿摩利人赢，为啥以色列人赢？因为摩西无举手祈祷，所以要安怎？加在呢，摩西祈祷的时阵，正边倒边，拢有人伫边陪伊呢。所以呢，摩西手酸要放落来要安怎？边仔的人帮伊扶起来。所以当摩西举手祈祷的时阵，山骹就安怎？就赢。所以最后兄弟姊妹，咱做一个结论，无论你是戏剧，还是音乐，还是某物方面，不管你有才能无才能，咱想看卖，搬戏也好，唱歌也好，每一届的演出有台前的，嘛有倒位的，嘛有台后的呢。咱大长讲台咧讲，音控室也无控制好，有声无声？PPT 也无创好，你看啥？啥物拢无看，对毋对？冷气歹气，大家咧摕这做报点咧下龙咧，是毋是？这个代志有需要人无？这个代志有重要无？还是讲迄人足好讲，徛喺讲台一直拍讲，安尼就好啊？敢是安尼？一定毋是安尼，对毋对？所以我拄仔要讲这就是讲，兄弟姊妹，你虽然毋是诗班的班员，嘛不要紧，你嘛会当来做啥物？参与其他的共同来服侍。所以兄弟姊妹，我拄仔讲，咱8月16的诗歌音乐交流。阮下晡几日动工要去城中教会看一场地啦看了安怎会当偌济人邀请来去啦。兄弟姊妹，如果你有时间鼓励大家嘛会当来参加。咱这虽然无对外啦，但是讲咱嘛会当代表咱台语堂、代表华人堂来甲城中教会来安尼交流。无定着未来呢，咱两个教会合作呢，用音乐、用诗班来为主传扬福音。我拄仔讲，咱台湾有偌济人无信耶稣，佫千万万人嘛，2300万人，佫偌济人无信耶稣。
2000万人哇！这人咱讲啊多，甲逐个人叫伊信耶稣。我相信咱做袂到，上帝嘛无叫咱爱做到，但是咱只要有愿意的心，会当救一个来救一个啦。咱顶礼拜中南部啊，淹大水，迄猪啊、鸡啊，淹是猪仔场的主人，鸡仔场的主人，你抢救的时阵安怎抢救？会当救几只就救几只啦，无法度救袂着就救袂着，损失敢若迄饲猪的，毋知讲损失几千万，还是讲饲鸡敢若损失几十万。无论如何，我都讲，应该我放伊去，互伊淹死。兄弟姊妹，灵魂的抢救，如果咱的信仰讲是一个真正的福音，咱感觉讲啊，咱咧得着了啊，有人得着无在意啦。虽然咱能力有限，本事有限，兄弟姊妹，只要咱愿意，咱会当通过做一点点啊，嘛会当来服侍上帝，敢毋是？咱敢有迄愿意的心呢？所以兄弟姊妹，我拄仔讲到这，咱搁做整理好无？咱想看卖者好无？未来，特别是暗时时班班员的兄弟姊妹，你敢愿意？甲咱的正母兄弟？前阵仔暗时时班班员，敢毋是？感谢牧师毋是讲我教啦，但是安尼甲伊鼓励，伊嘛讲好啦，试看卖。伊嘛甲我讲我袂晓唱啊，对无？试看卖以后，徛喺遮敢有模有样，对毋对我莫阁讲别人啊，时间到啊所以兄弟姊妹，你会当真做服侍者啦就算讲你无法度，我都讲你做一个也放送啊，你咧一直甲人传传的。有需要无需要？你看迄个传统人的迄个妈祖，你叫啥物？每年迄叫啥物？绕境。啥人行头前？报马仔，报马仔，啥物叫做报马仔？啥人要来啊？那圣经嘛有报马仔，啥人是圣经的报马仔？施洗约翰呐，对毋对？伊是毋是报马啊？伊为耶稣安怎备办道路呢？兄弟姊妹，你嘛会当做报马啊？为耶稣备办道路，无一定我福音讲了清楚，但是你甲人讲，彼得安怎会当信耶稣？因为啥人？伊的小弟叫啥物名？安德烈。安德烈先拄了耶稣，伊等下就甲兄哥讲。我拄着弥赛啊！伊敢袂晓甲伊的兄哥讲啥物好？伊袂晓讲，伊就带兄哥去倒位？去耶稣遐，彼得就做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宣传者要不要紧？有重要无？你嘛会当做报马啊？无？第三，你家己嘛会当来参与啊！参与咧当中。有迄个经历，毋听人讲，你看新闻，甲你家己有去，迄个无共款啊咧，看所有人迄 PPT 影片，你家己无去，哇，真好耍。有一年退休会有一个姊妹伊无参加着，因为伊有代志，但是安怎？事后大家咧放讲，阮翕的相片啊、影片，伊看来讲哇，真无彩，我无去，足无彩，但是伊是一个画家啦，伊就画100图啦，12个人啊，安尼拢搭迄个涂骹围一个圆啦，一人一支骹，一双旧鞋安尼伊就迄个相片有13支骹，但是伊家为12支骹加上另外一支骹，迄支骹就是特别大支穿遐物敢若迄落遐物凉，毋是凉鞋，敢若有刺啊迄种鞋安尼。人讲你为啥这支骹特别大支有敢有刺啊？伊讲啊，这支骹毋是我啦，这支骹是代表耶稣甲12个门徒。伊安尼无去，伊嘛有迄个心看到相片甲画100图出来呢，用信仰安尼表达出来。所以呢，有参加无参加也是有差最后无论如何，兄弟姊妹，我望兄弟姊妹每一位拢会当为了咱台语堂8月16、8月30，会安尼服侍来守望祈祷，
望主来使用。哦，啊，佫有未来真侪咱台语堂会当互上帝甲咱使用的所在，只要咱愿意。哦，包括李老师，哦，前阵仔伊甲牧师讲，咱来唱迄落台湾歌，台湾的 melody 的一寡民谣吼，套即个福音歌吼，咱这时间都还未办好，但是李老师一直有安尼心，顶礼拜佫摕迄个歌词互我看，讲甲破题来甲斗起啦吼，咱看上帝安怎来开路啦吼。无离过啊！你前一阵仔伫网络当中看到，已经有人安尼咧唱啊呢，已经有啊，敢若一个台湾新学院的一个骆维道老师，哦，伊嘛咧推广即个方向呢，哦，啊，如果咱台语堂的诗班，上帝要甲咱用，无定着咱明年佫继续来办即个广场，咱台语诗歌的音乐会出来啊，哦，也是讲顶届咱旧年办的时阵，哦，英语堂的人讲，哇，真好真好，我嘛想袂讲，我嘛要来办，啊，咱华人堂会当来办安怎？办国语、台语、日语、香港话，也是咱台湾话的联合音乐会啊！你会当有真侪的想象，兄弟愈听有愈兴趣来无？有气力来无？我拄仔要来进前，迄个一个姊妹甲我讲，哦，咱建中老师即马伫即个台鉴定中心嘛咧带诗班哟，啊？癌症中心啦哈，我嘛3个月爱去遐报道一届吼，好来，无论如何我都要讲者，兄弟姊妹，你听了后求主帮助你，不止放在你的脑海，也放在你的心中来回应上帝今日通过牧师所讲的，遮尔啊多，有多一句话有掠着你吗？有感动着你吗？咱三个阿当来祈祷。主，阮感谢你，互阮兄弟姊妹拢会当得到主你所赏赐，互阮美好的救恩。如今拢真做你的儿女，如今阮嘛拢同齐伫台语堂，伫即个所在，每礼拜组织来敬拜、阿罗、服侍主。阮也特别为了阮台语堂8月份有2项特别安尼的事工，咧16号甲30号，要去到城中教会甲真理堂，通过诗歌要来敬拜服侍主。愿主你圣手来引带，互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无论是毋是诗班的班员，阮拢会当来参与你当中，做一个服侍者，也是做一个宣传者，或者做一个参加者。阮每个人拢会当，无论如何，带一种，拢会当至少拢做一个代祷者，互阮即2项圣工会当有你圣手的扶持，成做你的工具，用光你的性命。这是阮即个月特别的事工，向你恳求来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